为着要阻止这个疫情来炭烧，世界各国的政府拢正积极鼓舞民众都爱注预防射。也毋过注这个预防射副作用也是互人真担心，像这个 AZ 疫苗，因为咧引发着血栓血角。 欧洲各国暂时无爱自咯，即摆讲参美国的招生的疫苗，有6个女性资料嘛来出现着血栓血角，恐惊会更加互民众对这个疫苗失去着信心。咱台湾准备要生产的疫苗，是毋是有安全呢？感染科的专家黄立明讲，因为招生甲 AZ 拢是属于腺病毒载体疫苗，所以可能有这个血栓的副作用。也毋过，咱台湾国产的是属于蛋白的疫苗，应该没有这款的状况。 台北市长高文哲、新北市长侯友宜，还有台中市长卢秀燕，大家拢已经注疫苗，希望会使增加大家注疫苗的意愿。不过，这 AZ 疫苗的安全性，要是互未少民众爱个考虑。AZ 用的是新兴的腺病毒，胶生用的是人类的腺病毒。如果2个都会的话，就代表腺病毒本身的问题。腺病毒载体呢？ 的蛋白会跟人类血小板上面有一个蛋白会接在一起，样子有点改变，使得我们免疫系统误认为这是外来的。美国13号发出声明，注招生疫苗有发生血界情形，建议暂停注射。黄立明讲是因为 AZ 和招生拢是腺病毒载体疫苗，不过台湾自主研发的高端和联亚拢是用2倍疫苗，较袂有类似的副作用。 目前的怀疑是腺病毒载体的疫苗可能都有可能引起这种少见的副作用，那大家都朝这个方面去做研究了哈。那至于国内的疫苗，因为都是蛋白疫苗，所以基本上国内疫苗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哦。像高端联亚，他们都是直接做个蛋白质当疫苗，并没有用腺病毒载体。 指挥中心13号公布，拜一干那1181个人注 AZ 疫苗，总共注射的人有25882个人。会评估后续2天注射的情形，搁决定敢要继续增加注射的对象。专家嘛提醒，副作用会因为人无共款，政府要针对民众的顾虑来解说，才会使真正增加大家注射的意愿。